叫氣氛有一點，等你卻笑着拿出冰箱的剩菜物資。叮一聲微波，爐倒數2分鐘，這不是燭光晚餐的普通，但看着你吃着便利商店的便當，我覺得跟我一起的念頭，你可以考慮一次。牆壁太緊，鄰居在罵小孩，我們在客廳衝動地跳着拍到瀉了紅酒，就用可樂對白，反正跟你在一起，一切都變得感動。生活很難將單吹得太趕，但只要你在破沙發，會變溫暖浪漫，太珍貴。盼望我們一起叮一聲微波，爐倒數2分鐘，這不是燭光晚餐的普通，但看着你吃着便利商店的便當，我覺得跟我一起的念頭，你可以考慮一次。